下来继续来看，南投舞蹈团受到意大利的邀请去参加艺术节。舞蹈团嘛特别邀请到民间三公国中视德乐团的好友，结合着舞蹈现场来演奏，展现着台湾多元的文化甲艺术。 宛如仙女下凡的舞姿，轻盈充满韵味，展现传统舞蹈独有的优雅气质。南投舞蹈团今年又接受邀请，将代表台湾前往意大利参加当地盛大的国际民俗艺术节。出发前，团员把握时间赶紧排练，希望用上好的状态登上国际舞台。 我希望可以让台湾以文化的形式站上国际的舞台。从这一次接到国际艺术节开始呢，我们已经连续训练了4个多月的一个时间了。因为失败接受邀请到澳洲交流演出，这摆有资深的团员要甲家己的查某囝做伙骑上舞台，展开一段跨世代的艺术旅程。 很难得有机会可以母女同台，我们有一起跳2支舞，然后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经验。2礼拜艺术节将在意大利11个市镇进行演出，南投舞蹈团嘛特别邀请三公国中视德乐团的优秀好友现场演奏国乐甲舞蹈结合，展现台湾丰富的文化内涵甲艺术魅力。 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